台南市议会第3届第12次的临时会，9号上午伫新营民治议事厅来召开。大会由议长郭信良主持，市长黄伟哲带领市府各局处的首长列席。伫开幕式过后，议员蔡玉辉首先提出临时动议，针对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战争，造成百姓无辜来受害，提出强烈的谴责，并且得到大会一致的通过。咱俄罗斯侵犯乌克兰，发动战争，伤及无辜，和百姓流离失所，这个谴责案，我拜托议长请求议会同意啦吼，会当表示咱台南市议会反对世界这个恶情的战争、无理的战争，和百姓流离失所，这个紧急动议案，拜托议长给他采取者，谴责苏俄入侵乌克兰一案。发生谴责案，本人有没有其他意见？那我们就全数通过这个案子，来正式台南市议会谴责苏联入侵乌克兰战略侵略的行为，发出谴责。好，我们通过。除了谴责俄罗斯，另外大会嘛为乌克兰来发声，现场每一位议员加官员的桌顶，除了放上乌克兰国旗代表的兰花。伫议会开幕式过后，议员无分政党出面来支持乌克兰，并且拍算将兰花来义卖，增援乌克兰。要甲咱这间厂商买有乌克兰标志的兰花，有国旗标志的兰花，义卖所得了，买了我买了同日3月26号，伫咱产的中间要义卖，将义卖所得。全部要捐予乌克兰这个国家，来帮助流离失所这贫困的百姓，乌克兰百姓了哈。义卖兰花，声援乌克兰！义卖兰花，声援乌克兰！有议员甲兰花业者想出将兰花喷上蓝黄色系的乌克兰国旗的代表，预计将伫3月26日台湾国际兰展的展售区来义卖。总共700盆，表达台南乡亲追求世界和平的声音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